来看台南沿海的蚵仔病哦，和风台扫甲密密麻麻，这几天渔民要赶紧甲一寡受到损害无介严重的蚵仔病回收。今仔透早，所有渔民哦，因为回收发生纠纷，有人开枪，造成3个人受伤。凶手是随去主动去警察局自首，警方嘛已经甲嫌犯依法上班咯。 台南市南区喜树路这间槟榔摊内底，双方的人马伫这谈判超卖平，竟然开枪，造成3个人受伤。凶凶发生枪案地点阁真偏僻，当地民众拢讲唔知什么状况。什么状况啊？迄个张啊？我唔知你。安尼哦。哦，恁槟榔摊的人嘛。嘿啊嘿。OK OK。 警方初时暗时接到医疗院所的报案，讲有患者着枪，最早就去才发现就是被害人来像甲姓黄的嫌犯等等的人，因为回收蚵病的问题引发纠纷，小酒谈判讲了未拄好，姓黄的嫌犯煞就安尼来开枪。因回收科棚材料问题发生纠纷，其中一枪击中陈姓被害人，贯穿其右手前臂，受伤3人，经送医均无生命危险。 顶礼拜因为风台扫过，沿海真侪蚵病拢互风影散歹去。台南真侪搭海山堡顶甲满满拢是竹啊、玻璃拢等等的材料，而且真侪蚵病拢是10月初才拄啊拖去沿海放落去，一个蚵病得要25000块，所以农民难免的想要回收搁较侪材料来补贴因的损失。打初期较早的是迄种吼，这种经济效益一个差不多150至200块，啊，即嘛一直研发吼，我要一个500-600。有当时啊吼，了解因心情做无好啊，有当时啊，种加减扣我倒来弥补吼成本。目前市府开放予农民会当家己先去回收蚵病材料，不过嘛想袂到讲竟然会安尼引起纠纷，甚至发生枪案。警方信后嘛依照杀人未遂甲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，将人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